我恭喜王菲喺幾個音樂頒獎禮裏面連奪幾個大獎。都頒完晒啦，你好似遲咗啲喎，恭喜得。唔遲噶，唔遲噶，恭喜呢啲嘢有啊好過冇噶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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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嚟咗香港6年，喺香港開始發展我嘅歌唱事業，所以香港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因為佢同我訓練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我就覺得佢嘅質素同埋才華咧，已經係可以達到呢個水準。我嘅諗係又唔想佢成世企喺我身邊唱俾我聽咯，所以我希望多啲人接受佢，就同唱片界去接觸，引薦佢唱片公司試。即係話歌唱技巧咧全面性嘅掌握之後咧，邊類歌佢都應該可以應付到。但係因為佢嘅才華又比較高啲，又肯學嘢，咁啊就對啲比較深度嘅，一係嗰個難度高嘅歌咧，佢都做到，所以俾人哋讚賞。其實喺事業上，我唔想叫自己有咩特別嘅期望，因為我覺得只要係努力去工作，出嚟嘅成果，人哋認同又好，唔認同又好，係另外一件事。但係我自己係認真咁樣去做過，認真咁樣付出過。如果我得到自己認同嘅話呢，我覺得呢種滿足感已經令到我好享受嘅。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好低調，好唔主動啦。咁佢哋覺得我唔係咁適合呢個圈啦。咁做訪問嘅時候呢，就只係肯講公事啦，講工作啦。一講到私人問題呢，就唔肯答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私隱權，藝人都係。觀眾有佢哋嘅好奇心係好自然嘅事，但係我覺得喺好奇心之餘，應該知道點樣去尊重一個人。我冇留意過自己係咪低調或者自我，因為我從來都冇刻意去咁樣做。就好似我覺得應該參與嘅宣傳活動咧，我都有去積極參與嘅，因為嗰啲係我工作嚟㗎嘛。講到形象上面嘅嘢咧，好多人就會話我前衛啦、大膽啦，但係其實我唔識得點樣去解釋，我唔可以否認，又唔可以承認。可能我做出嚟嘢俾人咁樣感覺啦，但係我唔係刻意咁樣做咯。同埋我覺得作為一個 artist， 我覺得觀眾欣賞佢咧係有全面嘅角度嘅，因為我唔係一個時裝 model。如果淨係注意我衫着成點點咧，我覺得唔係咁全面咯。其實我唔介意人哋去談論我嘅外表或者衣着，但係我覺得太多呢啲咁嘅評論冇乜太大嘅意思，同埋我覺得太過表面化嘅批評，亦都不足於去評論一個藝人或者歌手。我覺得黃靜文着衫點啊？我中意啦，我覺得好玩啦，得意啦，夠晒特別啦，見到就開心咯。如果人哋話佢怪，我又唔覺得咯。我覺得或者而家一個形勢嘅潮流，而家興係咁樣嘅咯。咁我每次見到佢，佢都為我哋帶嚟驚喜。咁呢個娛樂事業嚟㗎嘛。咁如果冇驚喜嘅話，有咩好玩啫？喺考慮過種種證據同埋證人證供之後，裁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。咁由舊年開始，我嘗試拍電視劇，今年就開始正正式式拍第一部電影啦。做戲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一種新嘅嘗試，但係唔係好大信心咯。同唱歌比較，我會覺得鍾意唱歌多啲，同埋信心大啲，但係我都會樂意去嘗試。香港對我嚟講就好似一個好大嘅 office， 喺香港生活就好似生活喺一個工作嘅環境入邊。咁我相信一個人無論佢幾鍾意工作都好啦，都會有攰嘅時候，咁我都唔例外啦。所以每當我覺得需要唞下嘅時候，我就會返北京。想到昨日我尚幼小，望向風裏愛天真淺笑，天空永恆幻變，多麼奧妙，我卻又自管不了。青
匆歲月。香港就係我工作嘅地方，而北京就係我屋企、我家。其實呢種對家嘅感覺唔使我喺呢度解釋，我覺得就好似香港人對香港嘅感覺，所有人對佢屋企嘅感覺一樣。屋企永遠係我最留戀，我覺得最舒服嘅地方。其實我翻北京係無所事事嘅，因為翻屋企啫嘛，就喺屋企坐下，咁見下啲朋友，咁就咁樣啫嘛。咁最緊要係令到我可以好放鬆咁樣，好舒服咁樣，係咁簡單咯。除咗北京同埋香港之外呢，仲有一度地方係對我好重要，同埋我都自己好中意嘅地方，就係 New York。我中意 New York 係因為呢笪地方令到我揾翻自己，清醒翻，就好似一個人跌咗一跤咁，就跌壞咗個腦啦，咁跟住又跌多下，咁又醒翻咁解。咁我啱啱嚟香港嗰陣時就係各方面嘅衝擊啦，令到我迷失咗自己，揾唔翻自己啊！咁啊去咗 New York 可能又另外一次衝擊咁樣，就令到自己醒翻啦。好多人都話我自從由美國翻嚟之後咧，成個人都變咗，咁同以前嘅黃靜雯係完全唔同嘅。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喎，因為以前嗰個唔係真正嘅黃靜雯咯。咁我覺得而家呢個係先至係最真實嘅自己。雖然喺未來日子入邊，我會嘗試多啲唔同嘅嘢啦，但係始終都會將主力擺喺唱歌方面，因為唱歌先至係我最中意啦，我最有自信啦，同埋最令到我有滿足感嘅嘢。心去體會，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圍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淚，也是屬於我的傷悲。我還能用誰的心去體會，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圍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淚，也只能執迷而不悔。所有嘅嘢都係要睇緣分嘅，愛情亦都係。無論你係天長地久又好，曾經擁有又好，都要睇兩個人嘅緣分去到邊度啦。但係唔好話俾我聽，你唔追求天長地久，我覺得咁樣講本身就係不負責任。我一定會結婚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因為婚姻生活，我覺得會比較適合我。如果單身嘅生活，我會覺得唔安定同埋孤獨啦。咁但係我一定會諗清諗楚，同埋覺得自己夠成熟啦，有足夠能力去維持婚後兩個人嘅感情同埋生活嘅時候先至會咯。結婚之後我會退出歌壇，因為我覺得咁樣會令到我同埋我嘅家庭舒服啲，同埋結婚對我嚟講係代表另外一個階段嘅開始。我想專心去做另一件事，而唔係因為仲要喺歌壇發展而分心，或者因為要照顧家庭而分心。咁樣我覺得兩樣嘢都唔會做得好。我會叫自己去適應呢種生活，但係我本人就唔係好 enjoy 呢種忙碌嘅生活咯。但係我知道適者先可以生存啊嘛，所以我如果決定要喺呢度生存，咁就一定要適應啦。香港歌迷如果你係指嗰一班好瘋狂嘅歌迷嘅話咧，我就覺得其實冇乜話應該做乜嘢，唔應該做乜嘢嘅。咁歌迷佢中意自己嘅偶像，有佢自己表達嘅方式，咁佢要一種好瘋狂嘅方式去表達佢自己。同埋通常呢班歌迷好細個嘅啫，所以唔係好成熟啦，所以好多嘢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啦。但我覺得凡事都應該有個限度咯，唔可以太過隨心所欲，或者太過放啊。如果傷害到人就唔係咁好啦。來又如風，離又如風，話世事空空不過是場夢，人
在途中，人在時空，相識也許不過擦過夢中，來又如風，虛憶匆匆，話我亦不應在這般心痛，但我不過是人非夢，總有些真笑亦有真痛。